主后2025年9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观中的陪伴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西结书第5章第50到17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以西结书第5章。志愿的上主讲：这就是耶路撒冷，我甲伊下伫万国的中心，互列国伫伊的四周围。毋过，伊违背我的命令甲规例，比列国搁较邪恶，比伊周围的国家搁较悖逆。伊无守我的命令，弃杀我的规例，所以耶路撒冷就听我至权的上主所讲的话。你无守我的规例，弃杀我的命令，连四周围列国的规矩嘛无遵守。因为安尼，我至权的上主宣布：我要甲你做对敌，我要伫列国的面前审判你。因为你做可恶的事，我要刑罚你。我真够胆，毋捌安尼甲你刑罚，以后嘛袂阁安尼刑罚你。伫你境内，爸母要食因的囝儿，囝儿嘛要食因的爸母。我要甲你刑罚，要甲以色所剩的人民拢流放去逐所在。所以，我至权的上主用家己的活命立誓：你既然做通厌恶、通痛恨的事，来拍拉散我的圣殿，我要甲你消灭，无要同情，无要疼惜。以色列的人民3分之一要因为瘟疫，也是饥荒死；另外3分之一要伫城外四围互刀剑杀死。剩的3分之一，我要互因拢四散去逐所在，嘛要肥剑追赶因。安尼，我的受气才会消，我对因的大受气才会煞。因就知我上主出伫激动热切讲这话。我要互你拄着见效，互你变做风暴。四周围列国对这经过的人，拢要踢笑你。我发大受气，重刑罚你的时，你要伫四周围的列国中受凌辱、踢笑，嘛要因为你所受的刑罚着惊受警戒。我上主安尼宣告：我注定灭亡的人射出饥荒毁灭的箭的时，我要互饥荒搁较严重，要断绝恁的粮食。我要互恁拄着饥荒，受野兽侵犯，恁会失去囝儿，嘛会拄着瘟疫、暴力甲战争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伫观中的陪伴。耶路撒冷伫古代近东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，受上帝安置在列国之中。神学家指出，这个位置象征着双重意义，是特权也是责任。作为上帝的选民，你用真侪周边国家的模样，展现对上帝的忠诚。总是因不但无善用这个优势地位，反倒变甲比周围的外邦搁较悖逆。原文弃杀这个词带着强烈的主动性，表明这毋是无意的过失，是刻意的拒绝。这种拒绝显示因对上帝律法的藐视，也反映出因内心对上帝的态度。经文中虽将列国的风俗习惯，这个指控
特别严重，因为选民毋单单是违背上帝的律法，搁进一步主动模仿周围国家的偶像崇拜和无道德行为。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立约关系的背叛，因为上帝捌明确警告以色列人毋通效法迦南人的风俗。讽刺的是，上帝的选民不但无发挥正面的影响力，反倒受异教文化同化。这种同化是渐进的过程，对最起初的好奇，到逐渐接纳，最后完全模仿。上帝选民的失败提醒咱，属灵的对立往往按细微的妥协开始。更较令人震惊的是，选民的行为比外邦人更较恶劣。这反映出一个重要真理：愈是蒙恩的群体，若选择背道而驰，伊的行为往往比未捌认捌真理的人更较败坏。今仔日台湾教会也面临类似挑战。伫这后基督教时代，真侪教会为了吸引人潮，开始采用世俗的经营模式，有诶甲主日礼拜变娱乐表演，有诶甲讲台信息改变做励志演说，搁有诶教会甲成功神学包装做福音真理。某一个知名大型教会捌推出信仰致富计划，信徒会友只要固定11奉献，就当得到100倍祝福。这种做法若是偏离圣经真理，搁较互教会失去见证的力量。有的教会甚至甲信徒当作是顾客，甲福音包装做商品。今日的教会若一味迎合世界的价值观，将失去做光做盐的功能，互伊逐渐失去属灵的分别为圣。以西结的信息提醒咱，上帝赐予咱的特权带有责任。当咱领受真理，就应该伫这世代做见证，毋是随波逐流。教会爱重新思考，咱是咧影响这个世界，还是受这个世界改变？真正复兴不在伫采用世俗的方法，是在伫忠实持守上帝的道。伫这个强调创新的时代，咱搁较需要转来圣经的根基，持守纯正的信仰。这毋是爱咱甲世界隔绝，是爱咱伫参与世界的常时，保持属灵的分别为圣。愿咱会当伫这圆巧微妙的世代中，诚做世间的光。日想，伫这个世俗的潮流中，我是毋是也伫不知不觉中异教信仰妥协？我要安怎伫生活中持守真理的见证？伫这个世俗化的潮流中，我是毋是也伫不知不觉中异教信仰妥协？我要安怎伫生活中持守真理的见证呢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持守真理，无随从世界的风俗，会当忠实活出真道。愿我的生命会当彰显你的荣耀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新心灵，拢永行平安。